你敢真正是伊的亲娘？错一个，你这个某病鬼，你伫遮要偌久？你伫遐徛偌久，我就伫遮等偌久。那安尼讲，你知影我顶斗3期这出菜，毋是我煮的吼？我早就知影毋是你煮的，要若无我为难你要做啥物？非得我一定得着失去记忆的镜头，过去种种我拢经放袂记了。都总讲，互你知影，这出菜毋是我煮的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我知影的不止如此，你毋是莲花娘娘，你是冒充的。你凭什么断定我是冒充的？你有凭什么证据讲你是真的？凭我有这个艺术的金红奖。金红奖会当代表啥物？无定着你这个金红奖是扣。你倒一日目睭看到是我扣的，我对天就大，这个金红奖毋是我伫咧落去扣的。你若无证据，你莫倒来黑白讲。我根本无需要证据，因为我的目睭甲我的记忆就是证据。我讲你毋是，是因为我是恁的灵魂娘娘。那安尼你是安那唔敢穿？吼，我知啦，因为你唔敢嘛，你惊无人相信你讲的话。你错，我唔敢穿你，是因为我要甲你讲条件。免讲，你也唔听清楚，我要甲你讲什么款的条件，你就拒绝我。你敢唔惊以后会后悔？后悔啥？啊，你这种人我看出啦，我才无爱甲你这种魔鬼咧讲条件。你爱知影，冒充皇亲是欺君之罪，是连地九族爱抬头的。爱抬头，哦，我就惊。也毋过甲你这种歹来合作，我搁较惊。一是讲嘛奇怪，你嘛明知影我毋是啥物好人，你搁要甲我合作，莫非你要做出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哈？你都无要答应我，我何必甲你讲？我甲你惨无到最无啦，无任何的牵连。啊，是你是要害死你小弟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敢害哦，你干嘛甲你拼？即马搬伊互什么人看？你也毋是伊亲娘，就算我要伤害伊，你阁会当安怎？